后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妈妈带着2个查囝坐公车，要落车的时阵，这个妈妈就先甲坐婴仔车的细汉查囝搬落车，但是7岁大查囝也未落车，这个司机就甲后车门甲关起来，要驶去行，害这个阿妹啊为公车顶跋落车轮边，差一点啊就互公车来交过。这妈妈惊一个心脏喊啊定去，再去司机伫客运业者的陪同下，去甲妈妈会失礼。 囡仔跋倒一日涂骹，这个做老母赶紧甲抱起来。公车司机直接将车就驶走，完全唔知讲，伊着急要关车门，地叔讲这个囡仔为公车顶下落去，险险啊搞掉。先把 baby 抬下车，我才要再牵老大下车。那司机就很快就把门关起来。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他又把门打开，然后我女儿很害怕，就整个摔落到车底下。然后我脚还没踏到地板，那个门就把我关下去，就把我推倒。公车要走的时候，我就赶快移到右边。刚才当时这个囡仔无好车搞掉，要过脚甲手拢有受伤，规人嘛着惊，已经2天无去上课啊。因老母讲当时是带2个查某囝伫台中坐公车要转去，想要到讲这个司机着急要驶走，险险啊出意外。也会多加注意，非常抱歉。 司机伫主管的陪同下，跟老母会师礼，也唔过。这是好几次了。是。这一次是我女儿命大。司机讲当时大人甲2个囡仔是为后车门落车，这是相载的公车，车身较长，我头看袂到，倒门口监视器搁歹去，才会无注意到。是人潮多的话，它会挡住我司机的视线。 客运业者讲要处分司机，交通局目前已经摕到监视器的影片，若是确定这个司机真正违规，意思讲民众受伤，卖甲处分。